我懂你年轻火力旺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孤男寡女，你难免心中有一团火。但是你也不能对你哥哥我下狠手啊！谁要对你下手了？不是，我是知道你有解药了。要是齐胜拿到解药，咱们都得死。我没想那么多，反正只要齐胜不死，怎么都行。我就说吧，齐胜给你下了什么迷药，竟然为了他扔下我们一船的人。我没有想丢下过任何人，只是我一听到齐胜要死，我就特别难受，我甚至很后悔。杨言，我不希望他死。你这是糊涂！姐姐，为了九哥，我不能让你做错事儿，得罪了。你放开我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杨言，你放开我！杨言，你别碰我！啊！